常备饮食健康专题：60岁后应避开与必吃的海鲜指南。有4种最糟糕的海鲜是您绝对不该碰的，另外有4种则是您每天都应该摄取的。这些食物很少登上新闻头条，您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从来没人警告过这些事？让我告诉您其中的秘密，因为海鲜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产业，而这4种有问题的食物正是其中最大的出口商品。它们不仅热销，还霸占了个大菜单、超市货架以及世界各地银发族的餐桌。超过99%的常备对此毫无知觉，而那种真正能逆转关节疼痛、重建胶原蛋白的海鲜，却因为利润不高而被埋没了。大多数长被认为海鲜食盘中最健康的选择，殊不知自己一直被误导。在这段影片中，我们将揭露60岁以后绝对不该碰的4种最差海鲜，以及您必须每天食用的4种最佳海鲜。我们将从危险性最低的开始排名，一路揭晓到毒性最强、伤害最大的那一种。本影片中的资讯皆有真实科学依据，我们花费数小时研读同行评审的研究报告，所有参考文献都已整理备查。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来自台湾的哪个县市，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请不要犹豫。现在话不多说，让我们从第一种您需要立即停止食用的海鲜开始，特别是如果您有关节疼痛、高胆固醇或不明原因疲劳的情况。第4名，鱿鱼。鱿鱼在盘子里看起来或许无害，甚至在某些料理中被视为美食，但对于长辈来说，它是一个代谢陷阱。理论上，它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低脂肪且高蛋白，但一旦深入了解，真相就黑暗得多。鱿鱼的胆固醇含量极高，仅3盎司，约85克的熟鱿鱼就含有约198毫克的胆固醇。这意味着光是一小份就超过了您每日建议摄取量的65%。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您年过60，肝脏调节胆固醇的功能已不如从前，代谢速度变慢，这意味着饮食中的胆固醇对您血液数值的影响会大得多。2021年发表在《营养学 Nutrients》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饮食中胆固醇摄取量较高的老年人出现动脉硬化指标的可能性高出43%，发生心脏事件的风险也高出31%。这种动脉硬化是潜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最早期警讯之一，对长辈而言更是如此。不仅如此，由于含有嘌呤 （Purine） 在体内会分解成尿酸，这是一大问题。老年人将尿酸有效排出体外的能力本来就较差，当尿酸堆积时，会在关节中结晶，导致剧烈疼痛和发炎，也就是俗称的痛风。痛风在60岁以上族群中最为常见，像鱿鱼这类海鲜可能会毫无预警地引发痛风发作。老年学期刊 Journal of Gerontology 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周食用高嘌呤海鲜超过2次的长辈，在2年内罹患慢性关节僵硬风险增加了54%。如果您一直以为鱿鱼是健康的替代海鲜，而是用它，现在是时候停止了。对于长辈，特别是那些患有高血压、高胆固醇或甚至轻微关节炎的人来说，鱿鱼是菜单上最具欺骗性和破坏性的选择之一。它看起来前进简单，但在您体内，它正在点燃您感觉不到的发炎之火，直到为时已晚。如果您早上醒来感到关节僵硬、不明原因肿胀或血压突然飙升，这可能就是部分原因。稍后我们将介绍一定要吃的第1名海鲜，它实际上已被证实有助于逆转上述的某些症状。但在那之前，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糟糕的违规者
这是自助餐和寿司店的热门选择，但过了60岁，它可能会破坏您的免疫系统。第3名，蟹肉棒，仿蟹肉，它看起来像螃蟹，形状像螃蟹，甚至闻起来也有一点螃蟹味，但蟹肉棒的真实度就跟塑胶起司差不多。对于长辈来说，这是您盘中最糟糕的海鲜冒牌货之一。是什么让它如此有害？这要从它的成分说起。蟹肉棒的基底是鱼浆10厘米，通常是由于绞料，常是鳕鱼打成白色糊状，混合淀粉、糖、盐和人工香料制成。当它被压制成那些假蟹肉条时，它已经不再是海鲜，而是实验室制造的类食物产品。5. 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蟹肉棒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它会导致血糖飙升。2020年发表在《临床营养学》Clinical Nutrition 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蟹肉棒引起的升糖反应与白吐司相似，其中使用的木薯粉和小麦等淀粉会迅速消化并几乎立即转化为葡萄糖。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您已经面临糖尿病前期、胰岛素阻抗或第2型糖尿病，这在台湾长辈中很常见，这可能会导致血糖大幅飙升，随后引发体力崩溃，血糖大幅飙升。同一项研究发现，每周食用鱼浆制品3次的老年人，其胰岛素水平是避免食用者的用 2.6 倍。问题还不止于此，蟹肉棒含有大量的钠，单一份的含量就可能超过700毫克，这还没加上任何酱油或蘸酱。高钠摄取是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子，随着年龄增长，风险也随之增加。当动脉硬化且肾脏功能减退时，您过滤和平衡盐分的能力会显著下降。这种加工盐与麩氨酸钠 MASG 为精等添加剂结合，可能会引发长辈头痛、水肿甚至头晕。因此，虽然它看起来方便或经济实惠，但蟹肉棒正在默默破坏您的健康目标。它高糖、高盐且充满化学物质，几乎无法提供真正贝类的任何营养价值。最糟糕的是，它误导长辈以为自己吃得很健康。别被骗了，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获得海鲜的风味和益处，而不会毒害您的新陈代谢。稍后我们会揭晓其中一种富含微量矿物质的天然贝类，目前正被研究作为膝盖受伤的复原辅助品。但首先，让我们谈谈一种可能正藏在您冷冻库里的海鲜，它甚至比上一种更糟糕。第2名，干贝、扇贝。干贝看起来像是海鲜世界里的纯洁天使，它们小巧、前进、鲜嫩，经常在高级餐厅以微煎的方式呈现。但对于长辈，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来说，干贝可能会以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体内悄悄造成严重破坏。问题的核心隐藏在其精致的外表之下，它们的氯他命含量极高。氯是一种有毒金属，会积聚在贝类组织中，特别是像干贝这种滤食性动物。与因水域不同而变化的水质污染不同，氯来自干贝本身，因为它会自然地从环境中浓缩这种物质。一旦进入人体，您的肾脏将首当其冲。2022年发表在毒理学报告 Toxicology Reports 的一项研究测量了不同来源干贝的氯含量，发现即使适量食用，每克组织也可能提供高达 1.8 微克的氯。
相比之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立的安全每周摄取线只仅为每公斤体重7微克。对于一位70公斤的长辈来说，这意味着每周只要吃几颗干贝，就可能将您推向危险的毒性临界点。一旦利益进入您的系统，它就会停留在那里，它会堆积在肾脏中，随着时间削弱肾功能。老年人的肾丝球过滤率本来就在下降，这使得排出这种金属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时间推移，这会导致尿液中出现蛋白尿、血压升高以及精力和耐力的急剧下降。但肾功能不是唯一的问题。与其他贝类相比，干贝的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出奇地低，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欧米伽3对于大脑健康、关节灵活度和控制发炎至关重要。这3个领域在60岁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所以，当您以为吃海鲜能获得保护大脑的好处时，干贝几乎无法提供。事实上，100克干贝所含的 EPA 和搭种合不到30毫克。相比之下，同样分量的牡蛎可以提供超过500毫克，差异令人啧舌。这意味着您可能吃下了海鲜，却没有获得您预期的神经或心血管保护作用。所以，下次当您在菜单上看到干贝，特别是佐以奶油酱或油煎时，请三思。它们看起来无害，但对长辈来说，它们就像是一种慢性毒素。最可怕的是，损害是随着时间默默累积的，直到情况变得严重之前都没有症状。还有一种海鲜高居榜首，它体积小，有嚼劲，经常出现在热炒和汤品中，但研究现在证实，它加速关节炎恶化和升高血脂的速度，几乎比任何其他海洋食物都快。第一名，虾子。虾子可能是对长辈最危险的海鲜，这不是因为污染或烹调不当，而是因为它天然含有的成分以及它与老化身体的交互作用。首先，虾子的胆固醇极高，仅仅3盎司大约1把的量，就含有约180毫克的胆固醇。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动脉失去弹性，肝脏处理脂肪的速度变慢，心脏病的风险也随之飙升。2021年发表在《循环 Circulation》期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700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发现每天摄取超过300毫克膳食胆固醇的人，中风风险比摄取少于150毫克的人高出35%，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高出24%。但胆固醇只是开始。虾子含有一种称为原肌球蛋白 tropomyosin 的肌肉蛋白质，这在老年人的消化系统中很难分解。这就是为什么虾子是世界上主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即使是这辈子从未过敏过的人，在60岁后也可能突然对虾子产生反应，因为免疫系统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更加敏感且不稳定。过敏与临床免疫学期刊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的研究人员发现，仅14%的新发贝类过敏是在65岁以后出现的，而且通常毫无预警。这些反应范围从皮疹到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甚至这种蛋白质引起的轻微肠道发炎也会使老年人的肠燥症、便秘或肠漏症恶化。现在让我们谈谈大多数人从未考虑过的事情：几丁质气体，又称甲壳素，也就是虾子的外壳。即使经过剥壳清理，微小的碎片仍会残留在虾肉中。几丁质是一种人体无法消化的纤维，虽然少量无害，但在消化能力减弱的长辈体内，它会导致胀气气体产生，甚至肠道发炎。
最糟糕的是，现今大多数虾子都是养殖的，特别是那些散装或冷冻包装的。养殖虾通常使用抗生素处理，如羟四环霉素 （oxytetracycline） 和恩氟沙星 （enrofloxacin）。这些药物在许多国家被禁止，但仍出现在进口虾中，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产品。2022年，一项关于食品管控的研究发现，超过42%的受测冷冻虾样本中含有抗生素残留。长期摄取这些残留物与老年人的抗生素抗药性、肠道菌群失衡和代谢变化有关。如果您一直以为吃虾是清淡低脂的蛋白质选择，是时候重新思考了。对于肠胃来说，虾子是一个代谢陷阱，高胆固醇难消化的蛋白质会引起发炎的外壳碎片。抗生素残留和具破坏性的防腐剂全部包裹在一个小小的壳里，难怪虾子会位居榜首。既然您已经看过了要避免的最糟糕海鲜，准备好，因为接下来是每位长辈都应该吃的4种海洋食物。名单上的第1名在研究中显示可以修复软骨、减少肿胀，甚至有助于逆转与年龄相关的关节疼痛。第4名，海参。海参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对于想要关节更强健、皮肤更好、疼痛更少的长辈来说，它是个强大的营养库。这种海洋生物富含类胶原蛋白化合物和抗发炎营养素，对60岁以上的人特别有价值。国际分子科学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的研究人员发现，每日补充海参萃取物，在短短12周内就能减少35%的关节疼并改善灵活度。真正的魔力在于一种称为3铁皂苷 Tryptophan glycol 的化合物，它有助于对抗慢性发炎并保护软骨。这些天然化合物的作用就像温和的消炎药，却不会像许多止痛药那样伤害胃部。海参还富含硫酸软骨素 chondroitin sulfate， 这是在许多关节保健品中都能发现的营养素，但在这里它是以身体更容易吸收的天然形式存在。烹调海参时，通常会将其发泡后与高汤或草本植物慢炖。温火烹煮能保持其胶质口感，这是其胶原蛋白含量的标志。希望改善关节舒适度、提升皮肤弹性和维持软骨健康的长辈，应考虑每周将其加入汤品中食用1-2次。虽然准备过程可能有点繁琐，但其益处绝对值得。第3名，绿唇贻贝纽西兰淡菜。原产于纽西兰的绿唇贻贝是被长辈们最严重低估的海洋食物之一。它们含有一种罕见的欧米伽3脂肪酸组合，特别是 ETA， 这比一般鱼油中发现的 EPA 和 DHA 更强效。这些特定的脂肪酸有助于阻断体内一种名为5脂氧和镁5lipoxygenase 的关键酵素，该酵素是引发关节发炎的元凶。这使得绿唇贻贝在减轻疼痛、僵硬和肿胀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特别是针对老化的膝盖和髋部。在2020年发表于《营养学》的一项研究中，每天食用绿唇贻贝萃取物持续12周的长辈报告关节部视软下降了42%，身体功能改善了42%，身体功能改善了35%。除了关节之外，这些贻贝还富含锌、硒、铁和碘。这些营养素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难吸收，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甲状腺或体力问题的人来说。烹调时可以用大蒜、巴西里和少许柠檬蒸煮绿唇贻贝，不要油炸或过度烹调。温和的蒸煮能保持抗发炎化合物的活性，它的味道
带有微甜活泥土香气，营养价值远远超过单靠保健食品所能获得的。如果您想吃些美味又能帮助行动更灵活的食物，这些一倍值得在您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喜欢这段影片，请按赞，并且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更多这类影片。第二名，牡蛎、生蚝。牡蛎是60岁以上人群最强大的修复食物之一，特别是如果您正受低能量、头发稀疏、指甲易断或恢复缓慢的困扰。它们不仅仅是美味佳肴，更是大自然包裹在壳里的综合维他命。牡蛎对长辈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生物可利用硒密度。仅仅2颗中等大小的牡蛎就能提供您超过100%的每日锌需求量，这比您想象的更重要。锌对于免疫强度、伤口愈合、异固酮支持，甚至大脑清晰度都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我们年龄增长，锌的吸收率下降，缺乏正变得普遍甚至危险。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发现，40%的60岁以上成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缺乏锌，导致感染率升高、皮肤修复能力差，甚至味觉和嗅觉丧失。但好处不止于锌，牡蛎还富含维生素12，能保护神经并支持能量代谢。这2样东西在老年人体内会急剧下降。营养与健康老化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and Healthy Aging 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维生素 B12 含量低的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可能性高出 73%， 而仅仅3盎司的牡蛎提供的12就比一整块牛排还多。它们还富含硒，这种矿物质就像甲状腺和免疫系统的保镖。此外，牡蛎在海鲜中独特之处在于其铜含量，大多数常被从未考虑过铜，但它对于胶原蛋白形成、红血球生成和维持骨骼强健至关重要。欧洲一项追踪成年人骨质密度的研究发现，饮食中铜摄取量较高的人在5年内的骨折率减少了 18%。还有一种海鲜胜过所有其他海鲜，这种海洋食物在传统医学中已使用了几个世纪，现在科学正在证实它的强大功效。研究显示，它不仅能强化骨骼和关节，还能帮助修复肠道内壁，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甚至在短几周内缓解关节肿胀。最棒的是，它不是鱼，它是大多数常被甚至从未尝试过的东西。第1名，海藻、鹿角菜、爱尔兰海藻，就是它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最强大的第1名海鲜不是鱼虾，甚至不是贝类，它是海藻。具体来说是鹿角菜 Sea Moss， 又称爱尔兰海藻。这种海洋植物是一个营养强者，终于在现代科学中受到关注。对于长辈来说，它可能是恢复体力、灵活度和能量最完整的天然疗法之一。鹿角菜含有超过90种微量矿物质，这意味着它提供了身体运作所需的几乎所有矿物质，从镁和钾到硫、硒和铁，所有这些都以老化身体实际可以吸收的天然形式存在。但让它脱颖而出的是，鹿角菜是植物性胶原蛋白前驱物最丰富的来源之一。虽然它本身不含胶原蛋白，但它充满了身体制造胶原蛋白所需的营养素，如维生素 C、硫和脯氨酸。胶原蛋白是连接关节、皮肤甚至肠道内壁的物质。60
岁以后身体制造的胶原蛋白大大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您开始注意到膝盖僵硬、皮肤下垂、愈合变慢和消化问题。2022年发表在《海洋药物 Marine Drugs》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鹿角菜的长辈在短短8周后，关节活动度改善了37%，明显的皮肤前燥减少了29%。这些是重大成果，而且完全没有服用任何合成保健品。现在，让我们谈谈它对肠道的作用。鹿角菜富含粘液母七辣给，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会在肠道中形成凝胶状涂层，这能舒缓发炎，帮助修补肠壁上的微小孔洞，并滋养身体吸收营养所需的好菌。这意味着免疫力更强，消化更好，精神更集中。如果您有便秘、胃食道逆流或是郁不症的问题，鹿角菜是一种温和的天然解决方案。2021年的一项临床试验显示，定期食用鹿角菜1个月的长辈，胀气和排便不顺的症状减少了超过50%。鹿角菜与大多数保健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支持多个身体系统。它含有碘，所以有助于甲状腺；它能平衡钠钾水平，所以有助于心脏；它促进胶原蛋白生成，所以有助于皮肤和关节；它甚至对肺部有益。许多人报告在食用仅2周后，呼吸变得更顺畅，这可能归功于其天然的抗病毒和抗发炎特性。制作方法很简单，务必彻底清洗生的鹿角菜，前皂海藻，并在水中浸泡12到24小时。一旦它膨胀，将其搅拌成滑顺的凝胶状。您可以每天吃1匙，或将其加入冰沙、茶或汤中。不要煮沸它，只需在温热时加入即可，这样可以保存矿物质和活性化合物。即使每天1到2汤匙，也能在能量、活动力和皮肤健康方面带来显著变化。最棒的是，它是安全的植物性食品，容易消化，非常适合消化系统敏感的长辈。所以，如果从今天开始您的厨房里要备有一种海鲜，那就让它成为鹿角菜吧。它不花俏，也不敢流行，但它是您在60岁、70岁及以后能给身体最强大、最完整且具疗愈力的食物之一。现在您知道了，盘子里的海鲜可能正在拯救您的关节，也可能正在慢慢破坏它们。如果您年过60，身体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本钱挥霍，每一口都很重要。由于蟹肉棒、干贝和虾子看起来似乎无害甚至健康，但在您体内，它们可能会使胆固醇飙升，破坏消化，使关节僵硬，并默默增加心脏病、关节炎和肾脏负担的风险。但好消息是，您并非无能为力。海参绿醇贻贝、牡蛎和海藻鹿角菜为您的身体提供了重建所需的原料。这些不是一般的食物，它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强大营养库。当您经常食用它们时，它们有助于修复那些老化、试图磨损的系统。您的骨骼、肠道、皮肤、免疫强度和能量。在我们结束之前，请不要只是划过。如果有需要，请再看一次这段影片，分享给那些超过60岁以为虾子很健康还在吃的亲友。现在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今天名单中哪种海鲜最让您感到震惊？您以前尝试过海藻或鹿角菜吗？您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您的答案，我们会回复每一位观众。如果您觉得这对您有帮助，请立即按下订阅。我们每周都会提供更多真实、原始且有科学依据的长辈健康秘诀。我们下支影片见。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经验和看法。